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报乐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三角组织伫主的圣殿，咱用一粒敬虔的心来雕记咱的主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咱来祈祷，也常时安静咱的心。咱用一粒清气、无下事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三角来敬拜伊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说我们来你的面前，说你是我们心所渴慕的。现在主要说，走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单单只有你，主要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主要谢谢你，让我们一生当中来认识你，主要是我们心所渴慕的，是我们心所爱的，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单单只有你，主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依靠你有生命的每一步路。谢谢你。亲爱的天父，听阮的主耶稣，我们将阮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。虽望阮有侪困难，侪软弱，侪重担，总是你甲阮三角伫地，因为阮知你是阮生命中的救主，你是阮生命的瓦靠。主啊，阮只有独来仰望你，独紧来听调你。主啊，阮的生命较会得到反转，阮的生命较会当行伫你所预定的道路无摇错。主啊，要将未来的日子全然交托伫你的双手，求你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互阮透过逐日的读经、祈祷，来跟对你的脚步，将阮的生命献伫你的手中。求你赏赐属天的智慧、属地的稳定，伫阮每一人的生命中间，互阮的生命成做主你所降纳、你所喜乐、欢喜、接纳阮的生命。将阮全人全心仰望伫你的双手，求你来引带。阮来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，我们来靠无你，我们将阮的生命交托伫你双手。你是我心所希望。你是我心所爱，在我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你是我心所希望，你是我心所爱，在我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多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多爱你，我主。上时咱嘛为着教会中肢体病痛，也是
经济收入有问题，也是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也常时也为着教会大家家庭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特别咱嘛为着失丧亲人的家庭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伫主的面前，求主的圣神因带因，互因身体病痛会当得到医治，心灵忧伤的会当得到对主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失丧亲人的，求主会温柔夫妻的双手，甲因三角伫地，亲自来安慰因的心。这是咱三角来祈祷。透过你的医生、医药的医治，主啊，你也用你的医治的双手亲自来医治，互因透过你的医治，会当恢复因身体的健康，会当来互因紧紧来复原，紧紧就来加入伫阮的中间，三角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相时。我若要为着亲人丧失的家庭献上阮的祈祷，虽望阮有毋甘，啊，毋过阮愿意顺坦主你的旨意，因为阮知主你有美好的旨意伫这个中间，主你一定接纳因到你的天庭，互因享受属天的喜乐，主。感谢你赐了阮有永生的盼望，虽然阮伫世间有种种的毋甘，啊，毋过恳求主你亲自安慰夫妻因，互因知主你是至源的上帝，你必的确有你美好的旨意，伫这中间来运行。主啊，互你互这失丧亲人的。当得到对你遐来属天的安慰、扶持甲平安，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相信我嘛要为着教会逐个家庭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的疼，就充满伫逐个家庭中间，你互阮逐个家庭拢用主的疼甲主你的话来建立，互逐个家庭充满主的恩典，无论是啥物款的境遇，主你拢教阮三角地地。带阮透前路站，主，我们献上阮的感谢伫你面前，安尼教阮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相信咱嘛要为着教会、富强教会来祈祷，咱要为着富强教会中职团契的首长、团长、牧区的区长、小组长同工，也甲规个教会的事工来祈祷。恳求主持续赐福伫富强教会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充满上帝疼的教会，互富强教会人人拢成做基督传播福音的精兵，人人有备好达地来追求，来军队牧师追求同一的意向，同心来遵守大使命，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。咱三角出声的祈祷。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呼召好的牧师团队，能够永远，佮竞选一群愿意委身、乐意服侍的中职，甲全职的同工，来完成教会所有事工。主啊，求你赐了甘心，服侍先一定成就。主啊，你常时啊赐了合一伫咧中间。透过因的服侍，搁下来较无亲近你。主啊，也求你赐了无共款的恩赐，伫因的心上，
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，真侪力好关系，也求你赐福因的家庭、工作，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建造。无论因伫什么职位服侍，拢会当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我们将阮教会的事工全然交托仰望伫你的身手，也为着阮要来50许年献就阮的祈祷。主，阮有侪侪事工要来推动，毋过阮知这一切若无你，阮就袂当来成事，因为有你甲阮三角之地，互阮透过事工的推动，来传播主你的福音，互万世代。来传播主你的福音，互众人知。主，我要将阮福乡教会全然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。你来引带阮，互阮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。互阮福乡教会是一个充满基督的教会。互阮福乡教会是一个圣神同在的教会。主，我们献上阮的祈祷，感恩伫你的面前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，我们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将我一切献上我的祈祷，奉你来感恩。我的眼望爱你，耶稣。像是咱慢慢为着美国南加州的大火，咱来祈祷，求主来赦免咱人类所犯的罪，求主掌权来平刷这场火灾来带来灾害，也来阻挡这大火继续来烧。咱三角出声，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赦免阮的罪，阮知这拢是阮人类所造成的灾害。主，但是阮知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所有的罪，伸手你大量的双手来止煞这个灾害。求主啊，怜悯伫这个大灾害的中间。这个百姓施行你的大能来拯救，你全力的伸手来保庇、保护因。主啊，恳求你赐了稳定，互这个火会当紧紧得到控制，停起救灾的机会，互当地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救护甲。随时的帮助，主啊，免将这个代志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，阮的祈祷会当得到你的感恩，阮的感恩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像是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交托仰望伫主的圣手，由主来引带，互今仔日2场的礼拜。拢有主满满的稳定伫中间，咱嘛要为着今仔哥无所的讲道甲信息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的信心甲哥无所三角之地，互哥无所所传讲的信息，拢会当对主遐来的信心、稳定甲毋茫，互所有会众拢会当得到心灵的充足。咱安尼三角出声来祈祷。
的性命。主啊，我们永远来爱你，你是我心所靠的。你是我心所希望，你是我心所爱，你我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你是我心。一时后，请兄姊妹，咱会使咱对座位中来起立，咱三甲来敬拜上帝。你我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我们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爱你，我主，多爱你，我主，主我们多爱你，多爱你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喜乐的心就要充满伫这中间，咱三甲用喜乐的心来交俾咱上帝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喜乐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主的福气那最大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一切就做要把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喜乐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主的福气那最大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主的就做要把握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像我喝了出生命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喜乐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主的福气那最大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满。既然我靠耶和华，一切就做要把握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像我喝了出生命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像我喝了出生命。伊就像我喝了出生命。伊就像我喝了出生命。哈利路亚！将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父。主，你是阳光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掌管宇宙万物。主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你是阳光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宇宙万物主宰，只有你圣洁公义。
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我撒那归你大地的福的，我撒那归你万福的福，天光拢归你，只管上帝，主耶稣是弥赛亚。你是永恒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有救万民主宰，是有你圣洁公义。你在龙横的归路，敬拜尊崇你，因为你有永远的道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我撒那归你大地的福的，我撒那归你万福的福，天光拢归你，只管上帝，主耶稣是弥赛亚。我撒那归你大地的福的，我撒那归你万福的福，天光拢归你，只管上帝，主耶稣是弥赛亚。天光拢归至关上帝，天光拢归你，只管上帝，主耶稣